有人話框嘅概念好似係從一個畫家開始。有一日，佢喺間房入面望出窗外，當佢見到無邊嘅風景喺有限嘅框入面綻放係有幾咁靚，佢忽然明白，原來構圖可以將瞬間變成永恆，然後呢個世界就有咗構圖。今次去北海道，我有意無意去補充呢一份上天嘅禮物，發覺只有嗰一分、嗰一秒、嗰一刻獨有嘅景色，喺無限入面去揾有限。返到香港，每當我再次打開張相，拍攝嗰一刻嘅回憶都會再次浮現喺腦海入邊，並再次咁提醒我，其實我嘅生活都唔係冇精彩過啊！